一起經過，一起經過。使徒行傳第13章38到43節。所以弟兄們，你們當曉得，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。你們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，信靠這人，就都得稱義了。所以你們務要小心，免得先知書上所說的臨到你們。主說：你們這輕慢的人要觀看，要驚奇，要滅亡，因為在你們的時候，我行一件事，雖有人告訴你們，你們總是不信。他們出會堂的時候，眾人請他們到下安息日再講這話給他們聽。散會以後，猶太人和敬虔進猶太教的人，多有跟從保羅、巴拿巴的。二人對他們講道，勸他們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。福音嘅核心信息係乜嘢呢？眾人聽到呢啲嘅信息之後，有乜嘢嘅回應嘅呢？保羅特別提出稱義嘅問題。上帝要藉住耶穌基督嘅救贖工作，稱嗰啲相信佢嘅人為義。呢個就係福音嘅基本內容。嗱，每個人聽聞福音之後呢，都會有自然不同嘅反應。信嘅人就喺城中聚集起嚟，要聽主嘅道；唔信嘅人呢，亦都會聚集起嚟，目的呢，佢係要辯駁、毀謗同埋逼迫上帝嘅僕人。保羅喺呢度嘅遭遇呢，將會成為佢往後傳道生涯嘅其中一個經常出現嘅模式。保羅呢，好中意稱義呢個觀念嘅。嗱，呢個係喺法律上邊宣稱無罪釋放嘅用詞，基本上意思都係一樣嘅。不過佢用呢個詞嘅時候，要特別講明，冇人可以自稱遵守咗神俾摩西嘅律法，而得以與神保持和好嘅關係。只有藉住信耶穌，先至可以同神和好。呢度用稱義，正正係呢個意思啦。唔好將呢句話嘅份量減弱啊，而講到話唯有喺法律上邊講唔出補救之道嘅地方，基督先至使人稱義。呢句話所講嘅呢，係靠律法根本就唔能夠稱義。更加要緊嘅就係唔可以忽略每一個信靠嘅人呢一句嘅重要性。意思就係話呢個恩典呢，同樣臨到外邦人同埋猶太人。呢個係神賜俾普世嘅救恩啊！保羅好鄭重嘅去警告聽眾，藐視神恩賜嘅危機。你哋呢啲輕慢嘅人要觀看，要驚奇，要滅亡。呢個就係神嘅審判啊！保羅同巴拿巴出咗會堂，眾人就邀請佢哋下個安息日再嚟講道啦。不過呢，當中有啲人呢，等唔切下個禮拜先嚟聽。唔少嘅猶太人同埋敬虔進猶太教嘅人呢，就嚟到跟住保羅佢哋。於是佢哋就再一次勉勵佢哋要恆久喺神嘅恩中。其實呢班人呢，早已經信靠神嘅恩，佢哋係藉住舊約得以認識嘅。而家保羅同埋巴拿巴去勸勉佢哋，就係繼續要以呢一種基本嘅態度去相信耶穌乃係成就神應許嗰一位。敬虔進猶太教嘅人呢，字面上係敬拜歸化者啦。到呢一度為止呢，其實另外有猶太人同埋正式公認為歸化者嘅人都信咗主啦。故事嘅高潮就係外邦人信主，咁咧要等下個禮拜先出現啦。保羅嘅講道係忠於神嘅話語，刺入人嘅肺腑，使好多人聽到之後就立即接受咗福音，並且飢渴慕義。我哋唔能夠靠律法嚟到稱義，佢係要因信稱義，因為律法本來係要叫人知罪嘅。律法就好似一面鏡咁樣，讓人去睇見臉上嘅污點，但係淨係睇見，卻唔能夠令你從污穢當中得到潔淨噶。就好似律法嘅功用一樣，我哋唔好誤以為越多律法就越會使人更加聖潔。
或者越多管制就會越使人更加善良。事實上，越多律法只係越多面鏡啫，卻冇辦法幫助我哋成為清潔嘅人。我哋嘅信仰從來都唔係靠遵守律法嚟到稱義，真正叫我哋犯罪嘅唔係外在嘅行為啊，而係內在嘅心。律法只能夠規範我哋外在嘅行為，冇辦法改變內心。所以因此我哋就需要福音啦。我哋冇辦法靠自己嘅行為稱義，神預備咗救恩，讓佢嘅義可以喺我哋嘅生命當中顯明。按照律法，我哋都應當接受神嘅審判，並冇例外。不過神藉住基督嘅救恩斷開咗律法嘅權勢同埋轄制，亦都藉住耶穌基督寶血嘅救贖，將佢恩典賞賜俾我哋。親愛主，感謝你諸般嘅恩典，求主幫助我哋脫離律法主義嘅轄制，憑住信心嚟到你面前，領受你為我哋預備嘅恩典，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門。